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先来讲下天甲的疫情的相关消息。逢伫天甲日，一般民众想到政府的第一线就是卫生局甲环保局，不过其实民众嘛是串联政府甲民间之间共同防治的重要关键。所以，上午这位议员联手建议民政局应该编经费，全力来支援公所甲局里，让天甲日的防治发挥上大效果。台南市对永康区爆发第一例本土天狗日的疫情，到现在总共有4例。市长除了到处到场视察，并且开誓师大会，表达天狗日的防治决心。市议员刘维英、蔡小薇甲李宗翰上午嘛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民政局因为业务和一般民众相关系，应该作为防治天狗日的第一线。不管是防治的经费编列，或者是平常时的抗地抗住查报，拢要随时注意。我们希望公所应该要清查各区里内的私有地跟国有地的一些脏乱点，因为这些私有地跟国有地，这个长期以来都是地方的民众或里长反映的环境的死角。那这个也是平常这个管理单位比较疏于去防范的部分所以希望这个市政府应该要带头来做清淤的一个工作，应该更加强跟里长的一个互动，那让里长我们在做这个登革热的一些防治工作的时候，也一定要非常注意每一个小细节。那不管是药效的问题，或者是说这个前后水沟的一个清理的部分，是不是让里长可以更好的去作业，让公部门的效应可以发挥到最大的功用那既然这件事情是大家的共同业务，那是否就直接由民政局来框列一个预算，这样子来一起执行？那在其他地方的里长，或许比较乡区，或许其他地方的里长，他也会应用在不同的经费上面。那我们认为，透过这样子的方式，里长是最敏感的单位，他知道做些什么是民众最有感的事情。针对民代反映，里长烦恼请工喷药或者是除草的费用，民政局专委杨亚玲嘛表示，费用会对防疫经费来支应。绝对袂动用里邻建设经费。至于空地抗厝的列管，目前全市大约有12000笔，一档的领用维护费用大约有640万。加上每礼拜或者是每个月拢有派员来巡查，如果发现脏乱，将会要求所有官员马上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讲到台南市的歌唱比赛，相信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是有线电视所举办的卡拉 OK 比赛。确实，今年举办已经是第13档。虽然整届比赛场次减少，不过今年不止选手的奖金有提高，每一场同款都有抽电视顶好康，所以也请有兴趣民众赶紧来报名。第一场7月13号特别伫安南区。上主参加三广有线电视以在地企业回馈社会精神，特当举办卡拉 OK 比赛，伫台南市政府甲原台南市6区公所等各界热情支持，愈办愈盛大。今年比赛已经迈入第13档。主办单位表示，第一场7月13号伫安南区就将热烈登场，因为名额有限，除了欢迎有兴趣的选手赶紧报名。嘛要请民众到时做伙到场，见证所有选手并总决赛，争取机车等各业奖金的荣耀。那第13届爱在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又开始要报名了哈。那在7月13号呢，就是我们第一场安南区的比赛。那同样，今年我们的奖金跟奖品还是非常的优渥。那第一名，我们还是一样会提供山叶机车，市价6万多块钱的这个机车一部。那所以还没有报名的观众，请赶快来报名。那因为今年的场次比较少，那所以报名的状况非常的激烈，也非常的踊跃，所以要麻烦尽快的加速您的脚步，赶快来报名。主办单位表示，今年比赛办法有所调整，是上主参加三广王的休息区域来比，分别办中青组甲社会组各2场。
赛区做伙海选的概念，除了初赛第1名的奖金提高到5000块，名额嘛增加到前8名，竞争一定是更加激烈。另外，教场民众伫台卡除了轻松享受好声音，主办单位同款大心提供食饼、有奖征答以及特场都有抽电视等好礼来欣赏。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今日是9年地当20周年，加莫拉克风灾10周年。在中央积极推动风灾教育之下，台市政府教育局嘛特别伫暑假期间选定南区气象中心举办为期2天的风灾夏令营，希望透过丰富的课程，让参与学生拢成为风灾小尖兵。台湾是一个风台地动等自然灾害非常多的所在，所以有正确的风灾观念就非常重要。为了培养台南的学生正确的观念，市府教育局特别运用台南的风灾教育资源，甲灾害防救办公室以及相关单位合作，伫暑假期间开设了风灾的营队，4号上午正式来开课。80位学生将透过2天丰富的课程，成为未来台南重要的风灾小尖兵。我们想透过一个防灾小尖兵夏令的活动，来提醒我们的小朋友，所有的防灾的工作都要从小做起，而且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安全不能打折扣，安全也不能重来。希望透过今天我们的防灾小尖兵夏令的活动，来这个台湾南气象中心看到天文气象气候上的变化等等，来提升小朋友的知识。所以我想说，透过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要达到3个目标。第一个当然要提升我们的小朋友的防灾的知识，第二个要懂得怎么样做好防灾准备的能力，第三个，我们如果万一面对到大的灾害来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自我保护人身的安全，那减少损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届特别将场地选伫南区气象中心，将结合馆内丰富的自然教育的资源，让学生更较简单来了解地动、风台等自然的灾害。现在中心也推出0206大地动的纪念专区，要让学生了解甲自然生活做伙的意义。这个0206美浓地震的特展是跟中央气象局跟台南市政府一起合办的一个特展。那这里把当时候发生的地震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也包括地震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还有台南市政府他们在防救灾这一方面整个完整的过程教育局表示，市府这几年积极推动校园风灾教育，这也是第一届举办暑假的营队，希望透过安尼好耍的课程甲体验，让学生了解风灾相关的知识，落实风灾教育对细汉做起。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先休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暑假一到，毋过天气毋是热假，就是一直落梅雨。虽然当伫厝内轻松看电视，嘛是一种享受。所以有线电视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伫休假期间推出上届热门影片，并且转播精彩球赛等丰富内容。同时，只要是新增机的用户，可当抽5000块的电视购物金。另外，有线电视嘛甲披萨、甲炸鸡业者合作，推出超优惠的特餐，让大家一面看电视，一面食美食。迎接暑假，有线电视的电影频道纷纷推出吸引相关族群的好戏，每一片拢是全球票房热销。
另外，热门的运动比赛对7月开始，嘛是运动迷注目焦点。有线电视业者表示，不只有准备这么多精彩节目内容，也要推出促销抽奖来回馈用户。只要伫7月1号到31号期间新增机，拢有机会得到5000块的电视购物金。那暑假已经到了哈，那有线电视这一边呢，为了要让我们全家人可以一起上网以及看电视，所以我们推出双屏的优惠价格，每一个月只要738块钱，那就可以全家同时上网看电视，还可以看许多高画质的影片。那另外呢，在7月31号之前升装的话呢，你还有机会抽到5000块钱的东森购物金哦。另外，为了抢占所谓家庭的市场需求，业者也推出有线电视加上宽频上网1摆9位的介绍，也就是每个月只要738块费用，就当享受超过100台的频道节目以及家用网络吃到饱。同时，暑假期间只要有纸本的文宣，或者是上网下载，可以当有披萨加炸鸡的双重好康，享受看电视吃美食。有线电视为了要让全家一起看电视，还可以一起上网，同时还可以吃好康。那只要您凭着公司的 DM 或者是到官网下载我们的优惠券，就可以去必胜客跟肯德基的门市购买我们所指定的套餐。那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暑假来临，服务毋是高温，就是每户室内娱乐加购物中心皆是人客人，所以也是伫厝内看电视上佳舒适自在。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由社区大厦电影社所发起的社区红红会雅典已经迈入第5档，今年特别以5出纪录片来呈现无同形式的离别，希望传达的是正面力量。这摆雅典6号就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邀请所有民众共同来欣赏因精彩作品。离别这件代志，常常伫咱的生活当中发生，但是大部分的人拢无法度正面来面对。为了让民众会使运用无同的想法来面对，台南社区大厦的电影社特别将这届的雅典的主题定做别离，透过5出精彩的纪录片，向观众传达无同形式的别离，希望透过影片，让观众正面的力量。第5届社区凤凰花影展，对，然后我们这一次希望透过凤凰花以前的台南市的在地的代表，能够汲取这个地气，能够让台南市民们一起透过这影展探讨离别这个主题。那在我们的闭幕片是我们每一次影展的重头戏那我们这次有4个导演，也是我们的社员，然后以他们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或者是朋友的亲身经历来带入这个主题这届雅典将伫6号文化中心登场，主办单位也特别以着红红火为主题，希望让更较侪民众会使注意到这片土地顶面的故事。也因为雅典的座位数量有限，所以有兴趣的民众也会使到台南社区大厦的网站来预约，共同来欣赏这精彩的离别故事。第5届社区凤凰花影展，7月6号，台南文化中心采访报道。时常听到运动选手一不小心会有十字韧带断裂。根据医生表示，前十字韧带主要功能是稳定脚头骨关节，而且韧带伤害分3级，若是完全断去，会当靠物理治疗；一旦完全断去，韧带无法度再生，就当接受中建治疗。在各种的球类运动当中，时常听到选手一个无适宜滑倒，容易造成十字韧带的断去。新台病院骨科医师关法全表示，伫个急性期，患者的关节可能会肿会痛，会用个先冰敷歇困。不过后续如果游玩感觉脚头有肿肿开开，或者是行路爬楼梯无力，这时阵就要进一步来检查韧带伤害等级。如果完全断去，就必须要做韧带重建手术。断裂的话要看断裂的程度来到医院我们会先做一系列详细的评估跟检查。那如果是部分的断裂或者是一些轻度的扭伤的话，可以先用物理治疗的方式去做肌肉的强化就可以了。那如果确诊，经过我们核磁共振确诊是有完全的断裂，而且再加上膝盖有强烈的不稳定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就建议要考虑做这前十字韧带的重建手术。那配合细心的手术跟完整的这术后的复健治疗，通常病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活动的能力。也可以回去工作或者是回去运动。
管法权医师进一步表示，目前十字韧带重建手术材料有分主体甲液体。主体韧带移植就是取腿后的肌腱，或者是髌骨韧带，手术成功率较悬，不过需要牺牲家己的正常组织。若无，就是靠人体组织库民众所关注的韧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地将准好，或是雷雨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9有3成。海面边境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介绍收看7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